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顶摆咱有介绍台文甲日文共汉字无共意思的词，其实华文嘛有真济甲台文共汉字煞无共意思的词，无毋对，即摆咱就是要来介绍遮个词。娃娃 TV， 即摆咱用一个较无共的方式来说明，我来甲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恁豆豆仔听我讲。即几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逐工拢踮伫咧厝内困到日头晒尻川，才要起床。即个困伫台语内底是目睭瞌瞌，趴伫咧桌仔顶，也是倒伫咧面床顶，安尼号做困。我逐工拢足暗才困。即个伫华语内底读做困，困是足忝的，爱困、想要困的意思。大家看，安尼是毋是共字无共意思？后壁阁有足侪哦，咱阁继续来甲看落去。阁来咧，因为我困足暗才起床，所以已经足久无食过早起啊。即个早起伫台语内底是下早啊，甲早顿的意思。亲像阮阿嬷逐工早起拢会去公园运动，运动了后咧，一定会去食早起。即个伫华语内底读做早起，早起是足早就起床的意思。好，过来我下晡闲闲无代志做的时阵，阮阿母就会叫我甲斗相共款厝内，亲像早日，伊就叫我摕桌布去甲厝里垃圾的所在拢拭拭的。早日伫台语内底是2工前的意思。我早日甲阮阿母出去买菜。即两字华语读做昨日，是1工前，就是昨的意思。桌布就是咧拭物件的布，亲像桌顶用野，就爱摕桌布来拭；淹倒水嘛爱摕桌布来拭；洗面嘛爱摕桌布诶，无啦，洗面咧袂当摕桌布，洗面爱摕面巾哦。即两字伫华语内底读做桌布。桌布是厝桌顶的布料，刷来即两字垃圾是太过无清气的意思。桌顶真垃圾，紧摕桌布来拭拭咧。即两字华语读做垃圾，就是无要爱废弃的物件，用台语来讲的，就是粪扫啦。好，我咧摒扫的过程中，找到一卡我碰见足久的手指。手指伫台语内底就是这挂伫咧手指头顶悬的物件。即两字的华语手指咧，就是手指头的意思。好，我除了找到手指以外，我阁找到几粒麻雀字啊。这是阮顶摆拍麻雀的时阵无细字拍无去的。即两字麻雀伫台语内底咧是一种爱死的人算有144字的佚佗牌啊。同款即两字华语读做麻雀，麻雀是一种鸟只，麻雀台语号做赤鸟啊，毋是麻雀哦。大家以后伫路顶看到麻雀，莫讲迄是麻雀，迄是赤鸟啊哦。好，我找到即几粒麻雀子的时阵，真正有够欢喜的。好，你加在有互我找转来，无得爱规组等去杀，搁买新的啊，安尼有淡薄讨债。即两字讨债伫台语内底就是浪费的意思。你莫遐讨债，物件用无几摆就要等掉。即两字的华语咧读做讨债，讨债就是讨笑的意思。乌道专门找人讨笑的，所以大家爱注意，千万毋通去找地下之庄借钱哦。好。搁较暗咧，伫约束好的时间，学生囡仔就来到阮兜找我上课。因为我咧教琴做老师，所以甲每一个学生拢有一个约束的时间。伊3点来，伊4点来，伊5点来，安尼就袂冲着啊。我定定嘛，拢会甲学生有一寡约束，就是因若后礼拜来的时阵，甲今仔日教的物件拢带了足好的，我就会送因一个礼物。所以即个约束。伫台语内底就是约定、约好的意思。毋过伫华语即两字约束就无相像啊。约束用咱台语来讲就是限制、限定的意思。
好，恁看我有时阵会送囡仔礼物，所以我真正是对因有够疼痛的啦。这个疼痛伫台语内底是关爱，对一个人足好的意思。啊，华语共这两字疼痛，就是身体无爽快，也是去靠着伤着的疼。我腹肚疼，疼痛；喙齿疼，疼痛；无代无志去弄着门，疼痛。好，虽然我真疼痛遮个囡仔，毋过有时阵因来若是表现了无好，也是甲别个囡仔冤家相拍抢物件，我嘛是会受气的。即个冤家伫台语内底，就是看对方袂爽，也是意见袂合来相骂的意思。亲像我细汉的时阵，就定定会甲阮小妹冤家。啊，即两字华语读做冤家，是冤仇人的意思。其实伫台语内底，冤家嘛有冤仇人的意思啦。亲像人咧讲的，冤家变亲家，就是本来是冤仇人，即摆煞结做亲情。毋过伫咱台语内底，人咧讲冤家，基本上拢是咧讲咧甲人相骂啦。足少有人会讲迄个冤仇人是我的冤家。好，啊，伫下暗的时阵，我若是无聊，我就足爱去甲阮阿母落的，伊定定拢会互我落甲足压杂的。压杂就是心情郁卒、足烦的意思，亲像天气热的时阵，人就较敖压杂。啊，这两字伫华语内底是龌龊，就是咧形容啥物卑鄙代志拢做会出来的人。好，啊，阮阿母互我落甲足压杂的时阵，伊就会起屁面叫我走。这个走就是华语跑的意思，嘛有离开的意思。亲像阮阿母叫我走，就是叫我离开伊的面头前，莫阁烦伊啊。啊，这字华语走，就是台语行的意思。好，以上就是一寡台语、华语共汉字无共意思的词。台语是不是真有意思、真趣味啊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仔日的介绍。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咧，莫把起赞歌来分享出去。啊，未订阅的观众朋友咧，嘛会袂记把起只订阅咧，去分享小铃铛，安尼可以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嘛会袂记 Lisa 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个啊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